講到這大學的申請入學呢，這第一階段篩選的結果今仔出來咯。真選會今仔日就統計講呢，今年通過比例是84.2%，是這5年來的新高。那今年篩選通過考生的平均通過校系數量是2.88個，是這3年來的新高。而且今年 AI 自通訊相關的校系，猶原是正搶市，攏出現超額篩選的情形。大學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結果影響學生要拼自解，或者是直接拼7月分科。精選會統計，今年78280人報考，65914人過胎，通過篩選比例84.2%，近5年新高。通過篩選考生平均通過校系數2.88個，近3年上高。精選會指出，可能是國系改變篩選政策，放任通過一個人次機會。今年超額篩選前3名集中在 AI 相關科系。成大的電機工程學系，它超篩了120位，最多的來到的私校的這個靜宜大學的人工智慧應用學系，它超篩了353位。全國過胎比例小可增加，大概今年通過比例39.9%，比去年小可增加0.1%。成團系報名人數上濟，敢若只有10人，522人報名，62人過胎。第二大部分在化工系，513人報名，217人過胎。機械系甲機電系各附499甲432報名人數，過胎370人甲243人。台大醫學系213人報名，163人通過一階篩選。今年砍佔58級分，比去年加7級分，甲參採移動關係。今年就是沒有去參採英文科改採社會科會有一些關聯性，牙醫一樣維持在59。記者綜合報道。